无2个月就要选举咯，海巡甲警方联手，伫个台南抄到大批的枪支，甲将近800粒的枪支，每一支的枪拢有致命的火力。讲乌市的介绍，一支至少抢卖到100万。这嫌犯是真干巧，为着要闪避查缉，甲这个枪支藏伫个钓鱼咧用的小冰箱内底，搁来创一个地下密室来藏枪支，都袂输是火药库共款。讲这枪支若流入去市面，恐惊袂收山。别动，快！哎呀，还有没有？凶还有没有？这边安全。警方破门入去，一看到目标，就爱因乖乖就范。警方看到火力真强的枪，而且搁发现伫涂骹有其他机关。我在地下室啊。这轻的，小心哦。嫌犯真干巧，家己后面小藏枪，毋过犹原互找到。霹雳小组前几工啊，除了去查到不法物品以外，嫌犯甚至为着漂亮互查到，搁甲枪藏伫钓鱼仔用的小冰箱以外，搁家己做密室，毋过也是互警方找到。大概100万到200万不等，市值。它是射程比较远，它我们一般的制式的钢盔啊，那个还有防弹衣，它是挡不住的。内底根本就是火药库，因为即摆查到的枪支有斯泰尔 TMP 冲锋枪、MP5K 地形冲锋枪、枪尾抓 SM15 突击步枪等等，大支拢有真强的火力，而且乌市介绍大支拢超过100万，其中奥地利做的斯泰尔 TMP 有较强的杀伤力，若是进入市面效果不堪设想。台南市长王伟霆嘛前往加冕。那火力是可以装备一个至少是一个连的哈。这边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，非常非常诚恳的感谢。持有制式长枪4支、短枪6支、子弹794发及第2级毒品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即摆掠到这么大批的枪支，除了有效阻止不法枪案犯案以外，更加重要的是，目前拄好嘛是伫选前，若是无即时主动，恐惊对全台湾愈来愈密集的选举活动，嘛会造成无共款的温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